新闻的头一条，带大家做回来看白沙屯妈祖的进香活动。今年有超过30万的信众参与哦。今仔日的妈祖的銮轿，伫咧中昼12:22来到北港的朝天宫，这嘛是这6年来上晚一届哦。另外，因为赶路加上天气真热，有真侪香灯卡有掉沙，还佫有卡底破碎的状况发生。在信众甲香灯卡华为欢呼声中，銮轿完成3日3出了入庙。庙日通宵，江天宫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，初三中昼12:22来到北港朝天宫，是近6年来上万的一摆。朝天宫有过500万人来，预估人数将会达到100万人。因为它报名人数再加上周边北港周边的进来拜拜的话，可以乘以3倍，所以将近100万人。庙是另外用双手捧请出求来的白沙屯妈祖金身，来到朝天宫正殿，神明龛内安坐。一摆妈祖銮驾对初一深夜庙日通宵起驾，37点钟就到云林北港，甲旧年有5天半时间比较。今年平均每点钟要行4公里才赶得到，沿公敢若用走的。沿路掠连休困站甲护理站拢是人，大部分拢是脚底碰趴掉山，下香灯卡来休困。连续20几个小时了，破皮啊，摩擦，一直摩擦吹破。从早上的热衰竭中暑的进来我们救护站的处理紧急状况的，它也有80个人左右的民众。进香活动有计初时0:40进行上届电话仪式，挂花并且诵读书文。仪式结束了后，起驾回銮，有计11登去江天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